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冬青，赶紧带人院走，走。哦 潘汝真，哎呦，都在这儿呢。好，不知道上一次血洗东林书院那场好戏，今天能不能再上一次？又是你这个狗贼！江某姐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辱骂本府？我待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怎么回事？哟，叶强火，今天可多亏了魏姑娘，要不是她带路，咱们两个见面还不知等到何年何月呢。放纵，果然是你！红影哥哥，我没有，不是我带他们来的。你别听姓潘的胡说。魏姑娘，要不是你说了从叶千户的爱徒曾庸口中得知叶千户藏在东林书院，我怎么这么快就能赶到这儿来呢？啊？是你出卖了我们呀！啊！我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出卖你们了？也许是我不小心说漏嘴了。爹，你，哎呀！原本我是想找到叶千户一个人，可没想到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呢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啊！你卑鄙，一定是你派人跟踪我。魏姑娘，本府是替9000岁办事，你怎么可以辱骂本府卑鄙呢？你还敢狡辩？你这分明就是狐假虎威，存心挑拨我和红影哥哥。清风明月，小姐，你俩火速上京，把潘汝真的劣行告诉我叔叔，给他定一个以下犯上的重罪。是，小姐。以下犯上，这话说的不对吧，魏姑娘？一来你没有功名在身，二来你也没有封勋授爵，可本府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命官，怎么就叫以下犯上呢？你想在9000岁面前说本府的不是，以后恐怕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今天在场的人都得死，包括你，还有叶千户大人。潘汝真，红影哥哥是我叔叔的义子，你敢加害，你就不怕我叔叔定你的罪吗？哦，魏姑娘，多亏你提醒我呀。不过本府已经想好了万全之策，只要你俩一死，我便将杀害你俩的罪名全都推到这帮反贼身上。到时候，9000岁不仅不会惩罚我，有可能还会奖赏我，奸杀反贼有功。潘汝真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今天就算拼了命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上！我来帮你，我也去。
西城给我团团围住，一个蚊子都不许放出去！红影哥哥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要你冷静地想想，你造的孽难道还不够吗？你说我造孽？我造了什么孽？你是说刚才潘汝贞带人包围我们的事情？你把这件事情怪罪到我头上了？我已经和你说过了，潘汝贞确实想利用我，可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。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一句不知道，就能弥补你所犯的错吗？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。不知悔改。红影哥哥，你别走，你告诉我怎么错了。一个人要懂得反省。好，那你说我要怎么反省？今天的事情皆由你而起，难道你不认为自己有错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只要你开心，你平安，我就愿意一错再错，永远的错下去。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是，我是不知道。难道只有你那个指腹为婚、未过门的妻子杨冬晴，她知道吗？潘汝贞已经告诉我了，杨冬晴就是你未过门的妻子。你口口声声说我错了，其实是在怪我害了你，让杨冬晴对你的误会越结越深。不许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我知道你忘不了杨冬晴，所以你怪我杀了他爹，让杨冬晴误以为你就是他的杀父仇人。今天的事情让杨冬晴更加以为是你设下的圈套，想把他们那帮反贼一网打尽，所以你就怪我错了，怪我拆散了你和杨冬晴。住口！我偏不住口。你该醒醒了，你和他根本就不会有结果。在杨冬晴眼里，你只是个杀人不眨眼、十恶不赦的大魔头，是个害死他爹、永远不可饶恕的刽子手。他和你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。别说了！从小到大，叔叔都把我当成命根子一样，从来没有人敢动我一根汗毛。没想到第一次打我的人居然会是你。这一巴掌打得我好痛。这是你咎由自取，希望你记住这个教训。红影哥哥，别跟着我，你就像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。面对你，会令我想起太多我不愿想起的事情。我不想再见到你，今后你好自为之吧。红影哥哥，你不要撇下我！叶红雨，你不能对我这么绝情。我一片真心、痴情的对你，没想到到头来换到的却是你的绝情和冷漠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我会有今天，一切全是拜你杨冬晴所赐。叶红英、杨冬晴，是你们让我知道了恨是什么滋味。我魏方宗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俩也跟现在的我一样，失去最爱的人，让你们一辈子都痛不欲生。阿姨，你撑着点，你大仇未报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我也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的血海深仇报不了了。不，花姨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的仇一定能报。我还等着你，等你伤好了，教我降落呢。对不起，师娘以后再也没法教你了，你还是装束吧。师娘，你太狠了。花姨，少爷，花姨，圆圆，花姨，圆圆，看见你的病好起来了，花姨也就放心了。花姨，我的病好了，你也要赶紧好起来。花姨，你说过的，你要教我武功，你不可以说话不算话。
花姨怕是等不到你长大了。不，你能等到我长大，那我保证，我不哭不闹了，我不吵着要你买糖葫芦给我吃了。花姨，我一定做个乖孩子，乖乖的听你话。日月，听到你这样说，花姨很开心。以前你调皮的时候啊，花姨总是骂你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不会放在心上的，只要你快快好起来，我一定不惹你生气，做个乖孩子。其实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最乖、最听话的小宝贝儿。花姨，花姨，马上飞，你答应师娘，以后要好好照顾人月，千万不要让她再受半点委屈。你放心吧，师娘，她从来没受过委屈，受委屈的都是我。那就好。二弟，你喊我师娘，我就得叮咛你，以后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再三考虑，不要莽撞，否则你不但会伤害自己，还会伤害到关心你的人啊！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记着你说的话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冬青，其实我最放心不下的、最担心的就是你了。我走了以后，你就一个人孤零零的了。花姨，你别说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跟我说过，要跟我一起杀尽天下奸贼，为那些被残害的忠良义士报仇雪恨，不是吗？为忠良报仇雪恨，只能靠你了。还有我跟我相公的血海深仇，也只能拜托给你了。我不答应你，你自己的仇必须你自己亲手去报。别这样，不要让我走得不安心，好吗？不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我赛花花从来没有求过人，我今天就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还有那个莺莺燕燕，花姨，以后我不在了，你们就听冬景的话，就把她当成是我一样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会的。我就放心了。我看见我相公来接我了，我可以上路了。花花，该交代的你都跟他们交代了，可是我呢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要跟我交代？